泰柬邊境衝突持續，造成最少3個泰國士兵同埋7個柬埔寨平民死亡，另外有20幾人受傷。中方同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都呼籲雙方克制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敦促泰柬雙方遵守停火協議。泰國空軍星期二繼續空襲柬埔寨，奧多棉吉省三農市傳出爆炸聲同冒出濃煙。柬埔寨傳媒報道，泰國軍方星期二上晝出動 F-16戰機空襲三農市中心，多棟民房同部分基礎設施受損。泰方炮彈亦都落入一條公路，擊中2架客車，2個柬埔寨平民當場死亡。泰柬雙方星期日開始喺邊境交火，雙方都指責係對方先開火。柬埔寨國防部發言人話，泰軍星期日至星期二用重型武器、F-16戰機同毒氣襲擊柬埔寨軍事陣地同平民。柬埔寨參議院主席前首相洪森話，柬埔寨軍隊應對泰軍發起反擊。泰國陸軍話，柬方星期二用 BM-21火箭炮攻擊邊境多地，泰國按照交戰規則作出回應。又話同日凌晨2枚柬埔寨炮彈擊中泰國沙繳府邊境地區嘅2棟民居。泰國總理亞努廷星期二話，泰方唔會再同柬方進行談判，話如果柬方希望停火，必須遵守泰方提出嘅條件。而被問到泰柬雙方早前簽署有關停火嘅聯合聲明，亞努廷就答話已經唔存在啦。泰國同柬埔寨7月底亦都曾經爆發邊境衝突，其後喺馬來西亞同美國嘅斡旋之下達成停火協議。美國官員星期一向傳媒話，總統特朗普期望泰柬兩國全面履行停火承諾。喺北京，外交部話希望泰柬雙方保持克制。作為柬埔寨和泰國的朋友和近鄰，中方真誠希望柬泰雙方保持克制，相向而行，防止局勢再度升級。中方將繼續以自己的方式為緩局降溫發揮建設性作用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亦都敦促泰柬雙方設法令局勢降溫，繼續遵守停火協議。歐盟就呼籲泰柬保持最大限度克制，話隨時準備幫助雙方緩和局勢。無線電視記者梁永山報導。